先生们、朋友们，首先就是加强互联互通、伙伴关系公道和伙伴对话会。朋友是越走越近，邻居是越走越亲。公道主将亚太互联互通作为会议的一主题。考虑是呢，61日，阿普宜山。自古以来啊，互联丝绸之路就是一个典范。亚洲各国人堪称互联互通的开拓者。亚洲工厂的基础上，致力发展亚洲价值。亚洲